达卡里一个抛射。好，那么稠州率先打开得分账户，2分，可以到 CBA 来打了，之前都是在 NBL 打。不过他之前在这个在 CBA 刚在 CBA 的时候也是。达卡里好，这个传得漂亮，一个反篮。德甲的得分王啊！哦，退防还是要更快一点。时间不多了，时间快没有了，1.1秒，出手有压手。禁区的护框，这下漏了，漏给了徐中锋。啊！哎呀，这球被断了。哎，空篮没进，再补，赶紧回来。哦，是打进了这个球，这样的话现在30平。今天对方有李月洲很多20进攻。哎呦，可以，一个高射球把騙過。好翻定，芬尼士要擋，帶開咗之後選擇中路耷頭過邊，黃澤再扎入去轉右手邊，真係好嘢，避咗下手啊短啊！約克去到好快嘅，搶個3分球有。哎呀！呢波交得曳啊，咪2-1防2，唔前咧完成上籃。搏一搏，約克兜出嚟，轉身就嚟個3分波，哇！真係準。弱則借劈無球。嗱，舒寧加嘅交波，你會見到佢就會係偏穩嘅。3分命中嚟自於陳家正。劉仔過嚟做劈假嘅，俾翻出嚟5前，劈開之後俾中路，揼一揼。哇！呢波係補入嘅定係敵入嘅咧？就嗌戰術。過得靚，過得靚。呢下咧就隨傑先跣腳，好快啊！陳家正真係為你點讚，呢邊仲快啊！奶茶哥一支箭咁飆埋去。快，顏道夫真係快啊！而且仲係嗰個就係咁啊，腳步各方面都有提升，但係犯規咧一路都係佢嘅問題嚟嘅，因為佢始終個動作都會慢。黃少傑頂住防守冇問題，快啊！嗱，吉利莊信高舉高打，呢邊咧就俾陸文博啊，都係交俾達卡利莊信。留意無球走動嘅情況啊！約克中距離嘅2分鐘。好，我1-5號位，入去俾舒寧加，我莊信喺後邊鬥住，轉身飛到去有。即係黃少傑同舒寧加呢邊冇辦法，俾張紅石啊，真係犀利，背對住去干擾咗呢個傳球。昆尼單手錯進。哇！程瑞鵬嘅3分籃板，徐傑攞到，芬尼撩底，哇！犀利啊！8-0嘅 run 㗎啦，已經自己中路殺入分推翻出嚟，傑斯夫外圍3分，爽啊！11-0嘅攻擊波，廣東東陽光大前到15分，貼咗第一下，自己硬解啊！真係得。For the coach change 啊嘛。森拿嘅3分有。哇！今日嘅廣東隊啲3分咧就呢一笪生魚有啲痛啊。2-2。哎呦！張紅石啊，呢邊俾到好大嘅身體對抗，壓力大㗎嗱，即刻貼啊！發球先，俾到森拿雙手坐進。犀利！士奇有少遠嘅，頂住。傑斯夫犯規，一個球波冇過到去啊！黃澤進得多手，時間都冇問題。壓哨一個 hoop shot 啊！正亦都上咗嚟，要揾人幫啊，係啦，擋開並排，俾多少傑，我入唔到。咁轉咗之後，突然間有個空檔出嚟喎，之家路俾我嘅。
當信倒出嚟外圍嘅3分，張紅石喎，3分命中啊！佢今日係啦，佢單邊，以佢作為一個軸推出嚟 catch and shoot。李月洲呢位小將啊，心理素質居然加大開，等我嚟。對住張紅石，後撤補2分。哦，想行中路壓啲入去，回馬槍交翻出嚟，仲係落位去到3分。真係突完入去又好，俾到莊信都好過落腳嚟啦。情緒化。馬德靚嘅黃少傑第4個封蓋，擋拉開，嗰邊俾人睇穿咗啊！去下手交翻出嚟之後，舒寧加唔要3分，俾到傑師傅3分球中。定海神針。哇！做咩？俾到舒寧加中路揼一揼 ，and one。向射身，夾硬咁樣劈啊！哇！又真係好意外喎，因為宗師沉晒底呢邊約克鬥得分，再俾翻5前，冇犯規3分唔中籃板，舒寧加貼落嚟，交叉走位，咁就難咯。哇！都有啲咁磅啊！好啦，咁啊，恭喜廣東東陽光咁啊，最終客戰嘅情況之下咧，艱難地101比98咧3分咧就係戰勝咗主場作戰嘅浙江稠州金租嘅。咁啊，呢一場嘅賽事咧去到尾段咧，其實亦都係打得非常之膠着嘅一場比賽啊！